弟姊妹大家平安，平安。感谢主，互咱会当伫主日的时阵来敬拜伊，来向伊祈祷。只是请咱家己安静心来陪伴，来甲咱的主来三个亲近。咱做伙来祈祷。非常地，阮感谢你，享受神的主日，互阮。主，阮实在是蒙恩的囝儿，阮会当伫你的面前来敬拜你，阮要献上感恩。感谢主，享受这款的恩典，互阮会当成做你的百姓，会当来敬拜你，会当伫你的面前向你祈祷，这是何等大的福分。主啊，阮每一个人拢要牵着这份福分，互阮会当来亲近你，来甲主你三角结连。主，我嘛将后壁来到礼拜堂当中的兄弟姊妹献上祈祷，愿上帝四围保守因，不管因是伫路练，还是咧行路，还是咧开车，主你平平守守，保守看顾因的脚步，互因每一个人同心合意，拢来到教会来敬拜你。愿将下面祈祷的时间交托伫你的圣手，愿你亲自降落祈祷的恩典伫你内面，互阮知影安怎祈祷，安怎来向你祈求。阮将今仔日所有的敬拜、甲祈祷会时间交托伫你的手，安尼感恩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主名来求。阿门。咱做伙来用这首诗歌来做咱今仔日的开始，永远听你。咱知影主耶稣是永远听咱的主，不管咱是好也是歹，伊永远拢是听咱。你是我心所希望，你是我心所爱，你我心来到只有你，是我所爱我主。时常爱伫伊面前来学乐，咱来用诗篇63篇第1节到第4节来学乐咱的名，学乐主的名，咱做伙开嘴来读。上帝啊，你是我的上帝，我趁早要找你，伫旷荒困苦无水的地，我的心喙焦少念你，我的肉体切切羡慕你，我目安尼伫圣所调起你，为着爱你的权能甲你的荣光。所以你的慈爱比生命较好，我的嘴唇要学落你，我咬我的舌要安尼学落你，我要奉你的名举起我的手，所以邀请兄弟姊妹举起你祈祷的手，用学落。咱知影咱上帝的名有足侪当学落，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耶和华是我的主，耶和华是啥物？伫你的心内，耶和华上帝是啥物？咱做伙开喙来学落。哈利路亚！主啊，阮学了你的名，你的名极其宝贵。主啊，你是阮的牧者，你是阮主爱天父。主啊，你是阮一切的供应者，你是听阮的天父，你是永远看顾阮的天父。主啊，
啊，阮感谢你，学到你的名无煞。主啊，主啊，你是阮所爱的主。主啊，你是阮生命上宝贵的主。哈利路亚，阮感谢你，阮感谢你。主啊，阮感谢你，阮将阮家己献伫你的面前。阮感谢你，阮学到你的名，你的名极其尊贵，极其宝贵，是你的名实在是。无一项神所会当比的，主啊，是你唯一的真神，你是唯一的上帝，哈利路亚，感谢你，感谢你，感谢主，伊嘛是听咱祈祷的主，煞接咱要来为咱家己甲上帝有搁较国语讲紧密的属灵关系来祈祷，嘛为着咱的家庭有喜乐平安。咱的工课，咱的经济丰盛，为这两项，为咱家己，为咱的家庭来祈祷，咱开嘴做伙来开嘴。哈利路亚，主啊，阮感谢你，主啊，阮愿意甲你个较深的连接，主啊，为甲你连接，就是阮的恩典，是阮的福气。主啊，阮恳求你帮助阮，甲你会当三角连接，让阮的属灵生命搁较济来改变更新。哦，主啊，主啊，恳求你帮助阮。阮的生命内面，因为甲主连接，有喜乐，有平安。主啊，你嘛守住每一个家庭，有喜乐，有平安。每一个家庭的经济各种的困难，拢得到帮助，得到头帮。愿上帝祝福福建教会所有的家庭。愿咱的感恩祈祷，拢奉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所接咱来为着教会中患病的兄弟姊妹来祈祷。PPT 弟弟呀，谢谢。咱第三项为家己祈祷，对，咱来为着为教会中患病也是拄着生活有困难的兄弟姊妹来献上祈祷。咱为着久久无来参加教会聚会的兄弟姊妹，也是因为信心失落的兄弟姊妹来祈祷。我相信咱的祈祷要真做因的帮助，咱做伙为第三点、第四点来做伙祈祷。哈利路亚，主啊，愿求你祝福、赐福、医治、病痛中，教会中侪兄弟姊妹，伫阮的教会中有侪长辈伫病痛中，也是长期伫病痛中的，主啊，愿求你伸出伊的手、怜悯的手来扶持因这兄弟姊妹。主啊，因好顶需要主你的同在。好顶需要主的医治甲安慰，主啊，亲自来安慰因，帮助因，互因伫病痛中犹原无失去喜乐，伫病痛中犹原活靠主你的能力。哦，主啊，主啊，我嘛将久久无来聚会兄弟姊妹献上祈祷，主啊，求你祝福因，互因火热的心、忠心来到主你的面前，来参加聚会，来亲近你，来活靠你。愿主赐阮赐福，接纳所有的祈祷，愿咱的祈祷感恩，奉靠主耶稣基督名，阿门。线接咱要来为着咱的教会来祈祷，为着咱的牧者，咱来常常为着咱的牧者祈祷，互咱的牧者会当有健康的身体，有对上帝来的智慧甲能力来牧养咱的羊群。第二，为着咱的长职、副长、团契。也是咱的团队首长、小组长，为因来祈祷，互因有美好服侍，有属灵的恩膏，互因会当委身传福音、合一的服侍伫咱的教会内面。特别第三项，为着咱教会50许年献上感恩，感谢主带领咱的教会经过50年，求主赐福。特别咱伫8月初9所有50许年同日。所有的活动，也是礼拜，也是培灵会，拢恭敬交托伫手。咱做伙开喙来为这三项祈祷。哈利路亚，主啊，阮感谢你，感谢你，互阮有3位牧者伫阮的教会内面来服侍阮。主啊，恳求你时常纪念因，互阮牧者伫软弱的时阵，互因有困难、有恩膏，主属灵的智慧来带领羊群，祝福因健康的身体，互因会当去教会来拍拼。主啊，恳求你嘛，常常看顾阮教会长职、副长、团契的首长，互因有属灵的领导能力，互因奔走无野线，互因软弱的时阵，主啊，你广强因的心，每一个小组长、每一个团契、每一个首长，拢
是伫主你的保守内面。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耶稣，主耶稣，佮去祝福阮每一个团队首长、小组长、主管，拢会当享受主你同在的能力和平安。主啊，阮将阮教会50几年献上祈祷，主啊，愿你的能力你的荣耀充满伫阮的教会。主，阮唯一的目标阮唯一所荣耀的就是你，阮所做的就是你。主啊，阮要将所有荣耀归伫你，感谢你，互阮的教会正行业50几年。就感谢你的恩典，恳求你常常看顾阮的教会，赐福给阮的教会。愿咱的感恩祈祷，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咱来用咱教会常常咱的教会这个祝福的宣言，来为咱的教会祝福。咱做伙，你若要举手，愿你举手，嘛会当举手；若无，你要大声祈祷，拢嘛会使。好，咱做伙来祝福咱的教会。富强教会是永生上帝家，真理的调教，是活出听的健康教会，是积极传福音的教会，是信徒灵命丰盛的教会，是代代门徒培育的教会。阿门。所以，为着台湾来祈祷，咱为着台湾来祈祷，为着咱国家的领导者、政府各部门有效力来执行每一项政策。愿上帝祝福咱台湾伫国际地位、治安、社区的平安、政治经济、司法，人的心的安稳，特别人的心的安稳真重要。咱为着咱台湾人有一个安稳的心，有一个听的心、良善的心伫内面祈祷。第三，搁较重要是为着台湾的百姓来归向真神。若是讲，咱的身躯的兄弟姊妹，也是咱的厝边，较侪人来明白上帝，是毋是真好？所以咱常常爱为着台湾的百姓来归向上帝来祈祷。咱做伙开嘴为着这3项来祈祷。哈利路亚，主啊，恳求你祝福阮台湾这个土地，祝福阮的领导者、阮的执政者、阮的政府，因智慧、有能力、有公义来。是阮的国家，阮的国家行入平安，行入正义，行入有主你看顾的道路，无偏煞。特别阮的国家百姓会来归向你，侪百姓毋捌你，主啊，主你偷放因，互因会当来认捌你。主啊，百姓会当认捌你，甚至阮国家的首长嘛来认捌你。主啊，将这个认捌你的祝福放伫阮的国家内面。主啊，你是阮的上帝，你是阮台湾的主，求你的听，你的能力含在伫台湾每一个土地，是主耶稣感谢你，你祝福阮台湾这个土地，祝福伫阮身躯边迄毋捌你的人来认捌你。阮祈祷拢是奉靠主的名来求，阿门。最后，咱为着今仔日的礼拜来献上祈祷，为谢牧师今仔日的分享来祈祷。为着咱家己会当谦卑领受教导来祈祷，为每一个服侍团队合一服侍，会当为着主日学，也是为着咱的查经班，有青少年的查经班，嘛阁有接受甲直接受的查经班，也是咱每一个伫点点咧服侍，委身伫每一个所在的兄弟姊妹，咱求主会能甲咱三甲地合一的服侍伫咱的教会内面，咱做伙为这3项祈祷。哈利路亚，主啊，感谢你，愿你祝福阮的谢牧师今仔日所分享的信息，会当互阮得到性命的帮助。主啊，互阮会当较谦卑来领受，互伊所传讲的是成做阮每一个人帮助。主啊，互阮性命中所有困难，阮的单单仰慕你，互阮会当伫你的面前得到改变，得到调整。主啊，阮嘛祝福阮今仔日所每个团队拢有合一的服侍，谦卑的服侍伫内面，互阮的服侍拢正做芳芳的呈现互你。阮咱的感恩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之名，阿门。咱请起立继续来敬拜。你是我心所
所召咱来吟圣诗250。咱继续来敬拜，因为咱的耶稣，咱的主是堪得敬拜、堪得阿乐的主。
虽然经过地气，真痛出家就是你，心主所选实在宝贵，人间生活归你，两心相拢无回去，天心心可免要义，我们今日圣殿祈祷，求你感动我落落，求主是给听人温柔，欢喜应允我求祷，你的祝福将我在座，求你保守耶和华，一生求主光明辉耀，求你是我传为中，恩典洒下百名当用，各传属风无限量，同地官兵你照亮，眼光回回应强，何乐之顺千百兄弟，感谢圣经来降世，请和圣心的为一体，永远不变到万世，不变主必永恒关系，祖国今日拢无退。天我的主上帝，感谢你赏赐阮无限的福分，互阮遮的受恩的百姓，通用较无的心来到你面前。伫即个5月节的连续假日，也是下节时间，日头炎热，总是你互阮心对你领受属灵的清凉、喜乐甲安息。爸上帝来到你面前，是为着要迎接主，你的圣神临到伫阮中间，提醒阮、警醒阮、指导阮、教示阮，互阮明白你的话，互阮的行做，互阮的生命甲主更较亲近，享受对天来属灵属天的福分。感谢主，互阮今日敬拜，阮逐人拢有份参与伫内底，无论是祈祷、吟诗、学乐、恳求，愿上帝恩甲阮同在，互每一个较无主的人，拢对你领受对天顶来的祝福。愿阮这个礼拜归荣光伫主，众人拢得到属灵的恩典。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兄弟姊妹，请咱犹原徛伫，咱齐声来纪念尼西亚圣经哈，一页一页，咱做来读预备来。万信独一全能的爸上帝，创造天地一切有看见无看见万物的主。万信独一的主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伊对一切代代以前对爸生的，对上帝出的上帝，对光出的光，对真神出的真神，是生的，毋是受造的，甲爸同质同体，万物对伊来创造。伊为着咱人，甲为着咱的拯救，对天降临，对圣神照在圣女玛利亚出世，成做人，伫本丢彼拉多入内，为咱定十字架受难埋葬。照圣经所记载，第3日高啊，就天，现在坐伫爸的正面，伊要伫阳光再来审判活人甲死人。伊的国无穷无尽，万信相信活命的主圣神，对爸甲囝出，甲爸囝同受敬拜，同受阳光，伊捌托先知讲话，万信一个圣共同使徒的教会，
阮倒逼一个会得赦罪的洗礼，阮期望死人告我来世活命。阿免，请坐。启应，今日的启应文第32篇，诗篇130篇。咱做伙来启应，我来启，会众来应。上主啊，我对亲眼求救你。上主啊，你若记得人的罪过，总是你袂赦免人。我必切听候上主，我的心心听候主，比守望的人较必切听候天光。以色列啊，就仰望上主，有救赎的大宽灵。记得咱三甲来记得，亲爱天父，我要献上感谢甲学乐。你是全能的主，伫你无有难成的事。你讲有就有，命立就立。天地万物拢伫你的权能中受保守。求你用信心日日充满阮，将你的能力灌压伫阮的生命，互阮常常因照展示飞悬。无论行路还是跑走，拢袂亚身。求你坚固阮的信心，互阮凡事倚靠你，勇敢向前行，荣耀你的圣名。今日阮谦卑来到你的面前，较无亲近你，搁较亲来入捌你。愿你成做阮生命中上重要、上宝贵、上亲密的主。主啊，求你保守看顾阮的心，无论是伫生活、工作、甲服侍的中间，拢会当分别时间来亲近你。主啊，阮有软弱，有冷淡，甚至失去方向的时，求你用你的主爱扶持阮，互阮知影你永远听阮，永远接纳阮，也时时刻刻等待阮转来倚靠你。主啊，求你帮助阮，将生命的主权完全交托伫你的手中，学习信靠你、顺服你、跟对你。愿阮甲你的关系，毋是只有伫教会主会时，乃是逐工生活拢要经历你的同在。慈悲的天父上帝，阮为着50许年所有的事工献上感谢。求你带领每一项筹备工作、服侍团队，拢有你的智慧甲稳定来动工。主啊，求你赐福每一位动工有合一的心，同心行恶福音。互阮毋是倚靠人的能力，乃是倚靠信心的大能来完成你所交托的使命。主啊，阮也特别为着事工中的挑战来祈祷，无论是伫能力不足、交通协调的问题、资源欠缺、计划无完全，也是对敌要攻击阻挡的所在，恳求主你来修补，哪查一切破口，刷走分裂，求主用保护。也看50许年所有的事工，甲参与伫事工计划中的同工。主啊，愿你荣光充满伫50许年每一个事工当中，互人看见你的作为，经历你的稳定，就得到你的救恩甲祝福。愿一切荣耀、尊贵、宽宾，拢归伫你。愿同心合一祈祷。
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求你阿拉听我祈祷，你的囝你谦卑求道，我若所求，合你旨意，愿你应允，献出慈悲。阿门。恭守上帝话，今日的经文记载伫马太福音5章第17到30节。毋通想讲我来是要废除摩西的律法，还是先知的教示。我来毋是要废除，是要实现。我实在甲恁讲，天甲地会消失，律法的一点一位绝对袂消失，拢会实现。所以，无论啥物人犯着即个诫命上细的一条，佮教人安尼去犯，入天国伊算做是上细的。无论啥物人家己遵守，嘛教人遵守，伫天国，即个人算做是上大的。我甲恁讲，恁若无比经好教师甲法利赛派的人，更加重视遵守上帝的旨意，绝对袂当入天国。恁有听到律法安尼教示古早人讲，毋通害死人，害死人的就受审判。毋过我甲恁讲，对兄弟也是姊妹发生气，拢着受审判。无论啥物人骂兄弟还是姊妹废人，着上法庭；骂兄弟也是姊妹动戆，着受地狱的火烧。所以，恁伫这段要献礼物的时，若想到你的兄弟还是姊妹对你有不满，着将礼物放下，放伫这段前，先去甲伊和好，然后才来献礼物。人甲你控告，要拖你去法庭，要伫路中的时，着赶紧甲伊和解，才免互控告你的人甲你交互判官，判官甲你交互法警去关押。我实在甲你讲，最后的150年未行清楚，你绝对袂当出家。恁有听到律法安尼教示讲，毋通奸淫。毋过我甲恁讲，人若用邪念看妇女，已经伫心内犯奸淫。你的正目若引起你犯罪，着甲伊学迄角。宁可失去身躯的一部分，比规身躯好好迄落地狱较好。你的正手若引起你犯罪，着甲伊斩迄角。宁可失去身躯的一部分，比规身躯好好迄落地狱较好。愿上帝赐福听伊领受伊也为意的人。献诗，本就献诗女诗班献诗的诗歌，伫主面前替你祈祷。献诗线，请夏牧师讲道。牧师今日所要传讲的信息是：成全实现律法的主。
感谢主，多谢女士班用这条诗歌来引传咱敬拜上帝。恭喜你姊妹大家平安。伫这个5月节，咱游玩伫连续假日吼，天气足炎热，总是咱做伙伫主的面前，同心主的敬拜。今日除了5月节的连续假日以外，嘛是这农历的夏节。夏节意思就是讲，这个日头吼，日头今仔日是照上久的，伫咱北半球吼。对明仔载开始，就搁慢慢到冬天，日头愈来愈短吼。这是上帝互咱这个大自然的变化。总是咱世间人嘛是照这个大自然伫咧生活。这就是咱讲天时啦吼。天时是上帝互咱的，有真多的情形，咱拢因为按照上帝的日子来行，上帝恩典就拿加天。咱要分享主的话进前，同心来祈祷。主，我的上帝，感谢你，互阮这个福分组织伫遮，伫连续假日，我游玩持守这个圣日，甲主亲近，愿上帝你的神甲阮同在，互阮通过主耶稣基督的教导，更较明白阮基督徒伫这个世间所应该做、所应该行的。愿你圣神启开阮的心，互阮明白你的教示。感谢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兄弟姊妹，咱今日要煞接这个登山宝训内面。耶稣基督的教導，今仔日咱是讀到伫馬太福音5章17到30節，攏做13節的經節吼。這段經文就是咱進前幾禮拜，咱有分享到天國八福吼。耶穌講天國八福了後，佫講兩段經文，就是講咱基督徒愛做光做鹽，做光甲做鹽了後，伊宣示伊對律法的見解，因為耶穌拄好當佇迄個舊約的教導，伊即個當時的即個法利賽人遐經學師真強調着真濟摩西的教示，當這個教示遵守，就是完全嗎？耶穌事實出來傳福音，就是咧甲即個律法的見解佇遐咧對話，真濟人攏會感覺到耶穌咧責備法利賽人。耶穌咧責備遐個佇聖殿咧教學的迄個經學師，也是佇會堂，互人有一個印象講，哇，好像耶穌吼，攏專門咧對摩西律法咧挑戰的啦。毋過今仔日，咱看起這段經文，耶穌對律法的看法，互咱有一個真清楚的見解。當咱後壁面的經文，咱會閣一段一段來做伙學習吼。咱這個成全律法的主，伫咱即個5月節吼，有人送一張即個圖卡吼，伊講是天國八福啦，迄肉粽吼有八福粽安尼吼，大概就是用即個肉粽內底有8項的配料安尼吼，來講起八福，嘛是真有趣味。伫個端午節的時陣，祝咱平安福氣吼，咱拄好公報社咧推動即個天國八福的抄聖經吼。咱多謝真濟老師啦，蘇老師因攏用認真用毛筆吼，把這個八福攏寫起來。嘛有人特別咯寫白話字啦吼，有的是佫寫迄個原住民的話啦，佫英文的啦吼，嘛有客家的啦，攏盡項這足熱心，毋寫一張呢，寫2張、3張、4張，這愈寫愈有趣味就對啦吼。到7月12吼，這個要交稿要去到公報社安尼參加評賞就對吼。咱這個八福了後，煞接耶穌的每一段教導，攏是安尼講耳目一新就對。這個耳目一新，毋是講標新立異吼，專門咧唱反調，無，伊是要甲咱帶轉來佇上帝原始設律法要緊的定重心啦。咱看起來今仔日讀10幾節的經節吼，我拄則吼，佇這個經節的中間，我甲小平主持講，哇，歹勢，今仔經節落去讀較長咧吼。事實哦，這13節經節，若要簡單來甲講，分三段。第一段是耶穌咧講，伊對律法、摩西法律的看法，對先知教士的看法。第二，伊事實是咧評論啦，評論一般
伫迄法利赛人真强调，也是讲定定咧用迄个话来辖制当时的百姓，就是一条律法是讲毋通杀人，上帝10条诫内底一条，佮第7条就是讲毋通惊奸淫。这个拢是因百姓真实的迄个戒律的。到底百姓要安怎守？耶稣讲，那我来看是安尼。所以这13节经节会当分3段落来学习安尼吼。他头一个，咱看见耶稣伊对律法的看法，主是要成全这条律法的，毋是咱印象中讲伊专门咧甲摩西律法对决，伫遐咧唱反调，无，伊是要成全律法。5章17节，伊讲毋通想我讲我来是要废除摩西律法甲先知的假释，毋通想，意思讲毋通黑白去宣传去互人误会，讲即个耶稣专门来咧唱反调来咧贬倒的，毋是啊。伊讲我来毋是要废除，是要实现。所以耶稣伊既然讲即句话，这开宗明义就讲，我就是要来成全，我要来实现的。安尼伊就爱讲伊的理由啊，无用喊声就无效。所以伫即个17节内底，伊讲这话，互咱深款的学习呢。主耶稣伊宣告什么？伊来毋是要废掉先知甲律法啦，是要照着伊家己伊的教导甲伊的工作，将一切律法教义带到完全，实现所有的教义。意思是摩西律法，上帝原来设即个律法10条诫，也是其他律例的假释，恁经过安尼遮侪年啊，真侪拢是用人的角度去解释，偏差定足侪，安尼圣经无讲的，也是律法无讲的，恁加想遐侪。耶稣是要偷遐律法遐安尼卡着遐有诶无诶迄袋啦，迄垃圾啦，拢要甲删掉安尼。耶稣的意思是安尼。当下日7位，耶稣伊的目的毋是要改变律法，是要甲上帝心意的中间，迄律法所有深刻完整的意义拢显明出来。我亲像讲原来咱台湾人足注重迄个食物件足侪咱出名的迄个蛋也是讲小吃啊，伊拢会讲一句话啊，伊讲遵照古味遵照阮祖先所留落来迄个古法来做的。若听到即句就讲，你这做的甲祖先咧做的，迄原味是好的有好就大家生意继续好呢。即嘛淋一寡化学的啦，淋一寡人工的啦，淋一寡机器的人就看了较无同。耶稣来咧讲这话，有咧亲像安尼的意思，讲阮倒等于古法，对上帝所设的，迄原汁原味的，毋通立迄有的无的安尼。这就是耶稣伊来的目的啦所以18节伊讲，我实在甲恁讲，天甲地会消失，律法的一点一画绝对袂消失，拢会实现。耶稣甲这律法的要紧讲到极致就对啦，讲真棒啊！天地会无，但是律法绝对袂会无。安尼表示什么？上帝原来咧设律法，毋是一时兴起、一时想到临时一个动机就讲设这有诶无诶。咱知影讲，咱的社会也是咱家己的家庭，咱家己也是咱伫公司啦，伫一寡主管设一寡个有诶无，无偌久就无算，佫顶来咧咱们来讲朝令夕改有无但是咧，耶稣是要佫强调讲，上帝毋是安尼。食饱伤用，黑白设这个律法。伊事实若要设这个律法，目的就是讲，照着人的需要，照着人要行到上帝完全的境界，伊互这律法来互咱人来遵守，你就会行伫迄条恩典的路，行伫上帝祝福的路。所以伊有时我真就讲，
我铺一条铁路，一个轨道，互你平安顺遂到伫你要到的所在。啊，所以耶稣用这个话来宣告伊对律法的看法。耶稣用律法来称规本的旧约的启示啦。伊讲律法就是咧讲规本圣经、旧约圣经的教示。因迄阵也无新约嘛，就是旧约。啊，讲伊袂一点一画互抹无去，直到伊实现。甚至耶稣的讲法就是讲，差不多是人会当想的极限就对啦吼。讲天地拢过去的时阵呢，律法甲整个宇宙拢共款。安尼讲起是上帝将这个律法、将这个教示放伫以色列百姓中间，伊就是甲伊创造这个大自然、创这个宇宙、创造这个世界伊原始的旨意是拢共款的。迄个原理是透过伫伊这个设计整个律法的运转，包括人安怎行，是下伫上帝的旨意甲恩典。啊，所以当耶稣开宗明义来讲出这个话了后，伊开始咧指称讲，啊，那咱基督徒守律法是什么意思？伊安尼讲，基督徒较改明伫19、19、20安尼讲，所以无论什么人犯着这个改明上细一条，佮假是人安尼去犯，伫天国伊算是上细。无论什么人家己遵守，嘛教人遵守，伫天国是这人是上大。耶稣将这个重要的教示，就是讲有遵守诫命，甲无遵守诫命，伫天国分差天甲地啊。无遵守的吼，啊，佮教人去犯的，讲伫天国上细；教人遵守，啊，家己也遵守，讲伫天国是上大。意思是，上帝这个律法的遵守，毋是一个有甲无，有也好，无也好，清清菜菜，啊，都搭里壁呢参考的啊。这是甲你伫天国上帝看重有关系。啊，所以也因安尼，耶稣伊讲伫天国，互人上最大的是遐个愿意遵行、佮教导整个道德律法的人。伊耶稣讲是讲，你有行甲无行伫天国的评分是安尼啦，是照安尼遵行，啊，毋是用口头讲的那定安尼。啊，所以另外迄段经文吼，就是讲起着伫即个后壁节吼，就是伫即个20节遐讲，我甲恁讲，恁若无比经学教师甲法利赛人，搁较遵守上帝旨意，绝对袂入天国。耶稣甚至甲伊讲，迄个专门咧教人守律法的人，专门吼安尼，迄个法利赛人就是同法拢讲伫喙头的吼，恁爱比因较高守。哇，听起来解释讲，吼，啊，迄个上高遵守的人吼，啊，咱搁比因较高，啊是要安怎讲呢？啊，即个意思大概耶稣讲的吼，互人讲，安尼敢有可能？遐个遵守律法的法利赛人，都咱都属意啊，哪有搁比因较高？耶稣讲即个意思，伫希腊文的意思讲，你搁爱搁比因较侪咧，赢过因就对啦。安尼感觉上好像足困难对无吼？啊，因为法利赛人甲阮经学师拢都是真细致咧遵守律法来出名的啊。咱知影讲，耶稣常常指责这个法利赛人、这个经学师，是因为因伫即个历代的律法的经典的中间呢，有人算过讲，这个经学师法利赛人伊甲人计出来的律法。有248条命令，有248条命令，啊，搁而且365条的禁令，啊，伊要求这个除了摩西讲的圣经有写的以外，搁加这几百项，安尼哪有可能做会到咧？啊，所以耶稣要讲的意思是讲，毋是外表安尼有做甲无做，叫做遵守啦。基督徒的义比宗教人士因得守的搁较大，较大什么意思？毋是外表的规例，是讲出自内心。你的内心有遵守，比外表的条例啊外口的行为来遵守搁较重要。耶稣基督教是咱讲上帝所要爱、所欢喜的，是内在咱内在的义，是甲咱的心思甲动机有关系。
所以上主伊监察人的心，这甲耶稣得甲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人吼，甲伊讲，咱敬拜上帝用心用心实来敬拜主是同意思的。真侪人拢用遐外表的戒律来咧代表内心，事实变作是一个外壳。但是耶稣就是爱将迄个遵守的心志、欢喜顺服来赢过这法利赛人所做的安尼。所以问题毋是遵守偌侪诫命，是因为你内心有安尼深刻来认捌欢喜顺服。所以这个较深的顺服，耶稣要讲的意思讲，这个法利赛人要求遐严格，用足侪戒律甲你要求，甲你做，你就照安尼做，都已经无法度得到主的恶乐到底是咱人哪有法度？耶稣的意思是讲，咱要遵守上帝的诫命，就是爱伫圣神的内底顶头生才有法度，毋是靠人的意志力来守，是圣神住伫你内底，互你的心神换新。因为安尼表示咱一个心神肉体换新的证明，所以主甲咱讲，咱爱心爱改换，才会当入天国。人若无听老生，就袂当入天国。这是耶稣对遐法利赛人所咧讲的律例的中间的一个新的教示，意思是，毋是外表的修法，是你对内心欢喜接受主。这个是耶稣对律法甲基督徒遵守律法的这个重要。但有一项更较深的意思，耶稣对这学生甲这百姓所讲的，较深的意思意思呢？这耶稣伫这段经文，就是对21节开始吼，伊用一个话来讲，好像有种对立的意思啊。伊讲，恁有听到律法安尼在教示人？恁有听到？来，伊就甲读过讲，恁听到安尼，听到安尼。毋过我甲你讲，恁有听到？我甲你讲，安尼意思讲吼，头前听到的，恁已经偏差去啊，恁已经歪去啊。我甲恁讲是安尼才对。好亲像讲，咱拄仔咧讲到安尼煮食吼，迄咱古早味吼。有时咱想讲用安尼做用安尼做，用新的方法做袂出来。讲你还阁倒转来原味才会使。耶稣讲，你有听到如何安尼讲教示人啦？但是我甲恁讲安怎。耶稣用6段后壁的经文就是6段平行的段落，描述迄个较深的字，每一段拢是做即个开场讲。你有听过啥物讲？但是我甲恁讲，你有听过安怎？我甲恁讲。这耶稣就是讲整个。因传统的教示，耶稣讲重新来做解释就对。咱主耶稣毋是反对律法啦，是反对遐个经学士、法利赛人对律法的误解。意思讲吼，恁甲人带歪去啊，你甲我看讲青面人带路的意思。所以耶稣真认同律法的权威呢，伊毋是反对哦，伊就是要甲正确律法解读互咱。甲迄个正确的甲咱讲上帝真正的意思吼，上帝真正心内的意思。所以兄弟姊妹，咱若是看见安尼，就是知影讲主耶稣伊要甲咱带，甲咱扭转吼，甲咱带迄路甲歪甲带直起来。咱必须爱接受上帝完整诫命的含义，毋通看头看尾那定是完整的。无加上人为的人吼，家己的解释，所以伊无同意啦，无同意法利赛人对律法的错误解释。好像就意思讲法利赛人讲阮就是上帝律法的吼，我这总代理吼，咱这做生意吼，若讲倒一个外国的产品吼，你若无经过我吼，你就买袂着，迄个是总代理对毋对？但是总代理。你讲代理着毋对的物件，安尼实在是真凄惨。耶稣讲吼，你这个代理无啥正确啊，你已经违反啊，已经偏差去啊。是我看是安尼，我讲是安尼，毋是人的解释，毋是法利赛人迄个错误的解释。所以这对当时伊出来传天国的道理，
若讲是一个足耳目一新的就对啦，足耳目一新的啦。啊，若安尼的话，就是看起讲，莫怪伊会得罪着遮个法利赛人，得罪着遐个圣殿遐个领导者，因为因是靠迄食饭的，啊，你甲我讲，你讲的这拢毋对哦，哇，什么人挡会掉？耶稣是因为安尼，才互人判罪的呢。啊，毋过耶稣意也是讲，天国的福音是安尼才对。你拢甲伊偏差去，你拢甲伊扭曲去啊，你拢甲伊安尼错误的解释去啊，安尼啊，所以主耶稣咧强调啦，律法是写来上帝话，是咧写上帝话。啊，呼召门徒爱接受迄个背后上帝这律法的意义。所以咱的义就是讲基督徒较深的义是较深过遐个伫表面上遵守律法的法利赛人。啊，所以耶稣伊互咱的是一个全新的脚步，全新的即个话语。啊，所以莫怪对的人愈来愈侪，因为当时的人就是讲我一个醒起来吼，当时的犹太人就讲哇，今仔日佫几条法要守啊，守啊规个像重担。所以耶稣讲，恁囡仔着无担重担的人，有时也包括即个啦，包括讲我守迄个教士、守法、守甲安尼毋知无所适从啊。兄弟姊妹，咱若讲伫厝呢你的囡仔一日写10条法叫伊守我想这囡仔拢无笑容啊，因为你甲教啊写一大堆有诶无诶啊，囡仔拢无自由，无迄个活力去啊！啊，当时犹太人就是安尼，所以耶稣讲，甲这个壳拢拔去，甲这个束缚，甲遐家路拢甲刷开，这是耶稣当时的意思。因为安尼，耶稣甲实际上当时因咧守的例提出来讲，原来头前这几十经就是讲耶稣讲我对律法的看法。啊，恁守安尼，那我讲是安尼；恁听去安尼，我讲是安尼。啊，后壁就是对21节到27节，耶稣用两类啦，两类的诫命来解释伊对诫命的看法。啊，所以这是一个耳目一新的伦理教导，互当时的人看起讲原来耶稣爱咱守的是安尼。啊，所以伫这个中间，伊讲第一项。是你爱管理你的生气，你的怒气爱管理又好，避免动怒就对啦。啊，经节伊安尼讲，恁有听到律法安尼教示，伊讲恁听了安尼讲，毋通害死人，害死人会受到审判。啊，耶稣下表话，即节是引用较早人安怎讲，律法安怎讲，但是。我甲恁讲，有影字面上表面真清楚啊，害死人当然要受审判，但是耶稣甲伊的境界，意思讲毋是消极的无犯罪啦，你是积极的，连这个念头都袂使有，都毋通互迄个歹的心思意念去管着你的心，啊，这是耶稣的境界甲。这律法的教示的差别啦，迄就亲像讲咱台湾嘛真侪法律叫你袂使做这，袂使做这啊。有人是讲我都无去甲犯就好啊，但是你的心内根本无咧尊重迄个律法，安尼无采迄个律法是咧帮助你的，煞变做你根本都无去甲守。啊，所以伫这中间22节讲，毋过我甲你讲，对兄弟还是姊妹发受气，拢着受审判。哇！迄害死人国家的法律会甲你抓，但是对兄弟姊妹发受气，你若莫甲人诽谤，啊莫甲人讲遐个话防甲你抓着，甲你偷录音啊去告啊你发受气是，还好像有无罪款，但是耶稣讲连即个你都爱受，讲拢着审判，啊所以伊。用迄个足白话啊！伊讲你骂兄弟姊妹讲废人啦、动工啦，伊讲连这拢爱受刑罚。耶稣甲迄个明显违反律法爱去关迄款代志，伊讲即个本来就是安尼，但是恁都爱提
基督徒恁做工作业，莫提悬到即个层次，无去骂人，无去发生气，无去骂歹话，骂人废人动妄啊，互人无自尊。耶稣把即个境界提升到伫即个所在。啊，所以伊讲吼嘛，若是骂兄弟姊妹歹话吼，会受到地狱的火。耶稣用即个来提醒。啊，既然是安尼，耶稣对第六戒毋通杀人的见解，伊感觉即个教示的真正的意思，就是讲，伊包括着思想、语言、行为。意思讲，若是带着骄傲、怨愤、甲复仇的即个生气、甲侮辱，拢是甲杀人共款。咱拢嘛知影吼，咱一般咱讲啊，真正去共害死人的即款代志，是天大地大的代志。但是一般的人，你有怨妒，你有生气，啊，你感觉硬心硬啊吼，安尼讲啊，我差点就要出手，迄种意思，真侪人拢会拄着啊。吼，大小生气啦。大小怨妒啦、怨愤啦，这拢会拄着。耶稣讲吼，你连即个拢会甲清气互掉。耶稣讲即个意思讲，吼啊，我受到遐尼侪委屈，哪会袂使安尼？耶稣知影讲，即个你骂人，你怨愤别人吼嘛是照常过日啦。但是你已经甲家己关伫监牢内底，关伫迄个怨愤的监牢内底。伊讲连即个拢都爱除去。耶稣是甲即个见解，还是甲即个律法。提升到即个程度吼，啊，所以生气毋是讲吼拢是歹的啦。咱知影讲，上帝常常展示伊的神圣的生气嘛。耶稣有时嘛是会生气啊，会请倒遐换钱，会伫咧正殿换钱的迄个担啊啦。所以迄个生气毋是讲逐项拢是歹的，但是呢，咱常常嘛是为着对落人的对落，也是。对一寡残忍吼无公义的事，咱嘛是感觉讲会生气，啊生气你就想讲要甲改革安尼，啊所以迄生气是讲你害着别人，佮害着家己的，迄种生气才是毋好的。兄弟姊妹，咱看见遮，就是看见讲耶稣，伊毋是讲杀人无代志哦，伊是讲你要提升到连迄个念头拢爱甲清互清气，你的人才会自由，才会快乐。第二。伊阁讲到一个例，就是讲你爱先去甲人和解，你先去安怎，才阁来，啊你就会得到头棒。23到26的所在，兄弟姊妹，伊圣经就安尼讲，所以你伫这段要献礼物的时，若想你的兄弟还是姊妹对你有不满，就将礼物放下伫这段前，先去甲伊和好，啊然后再来献祭。所以这个话咱相当真清楚。咱讲，咱来到主面前敬拜上帝，咱来到主面前，你若是甲人的关系无好啦，吼，你若甲人有冲突，你的礼拜你就袂诚心。所以耶稣意思讲，你甲人和好就是一个敬拜，你甲人和解就是一个敬畏上帝。啊，所以耶稣嘛，佫甲迄个境界佫提升到这个程度。啊，有委屈袂要紧，你甲人和解。啊，所以耶稣甲咱讲，伊讲要咱避免即款悲惨的光景。假使若是愤怒甲侮辱人是遐尼严重甲危险，你爱甲伊避免甲刷开，爱赶紧采取行动，赶紧和解。有真侪人吼，毋是无愿意悔改啊，伊就这个面子拉不下来，啊，你就放伫你的心内定啊，当做一个重担，你敢知？啊！你看到某物人甲有一寡嫌隙，啊，你都无爱讲互开，啊，就放伫心内。啊，所以吼，教会兄弟姊妹来做礼拜哦，毋是无爱来礼拜，毋是讲上帝礼拜我无爱去啊，是你讲啊某物人歹我都无爱去。某物人吼看到我目睭会足眼目的，无啥要去。当人互即款的错误的心思、见解甲意念放伫内底的时阵，你就袂当真心看见主，因为上帝的光若照到你的是讲，啊，你有原谅什么人无？啊，你有甲什么人和解无？啊，你要来见我，连这个代志都做袂到，啊，你要安怎得胜呢？你要安怎成做一个合上帝心意的人呢？啊，所以主耶稣意思讲吼，
咱会晓去化解遐侪的冲突误会，你来见上帝，迄个见的效果才会好。啊，所以兄弟姊妹，咱看见这个事，也有看见到耶稣佫讲20:50到20:60，伊讲人若甲你控告，要拖你去法庭，吼，啊，你讲安怎，意思讲你欠人啊，你赶紧处理。啊，若无吼，伊讲一线5厘无行清楚，你就袂当出监狱就对啦吼。啊，这主的意思是安尼，就是讲咱毋通互迄个分歧啦，争论扩大，毋通互迄代志小代志无化解，啊，武甲讲安尼袂受实质啊，啊，才要来解决。有的人吼，较无即款的迄个能力啊，有时感觉哇，要甲人讲吼，啊，讲袂落来。啊，你拢会足巧，拢去找某咪一个兄弟，也是某咪一个姊妹，讲，你陪我来，你较有讲话吼，啊，甲即个化解也好势，甚至大家做伙食一个饭吼，啊来化解，你的心自然就轻松起来，知毋知？啊，所以有人吼啊，咱台湾人讲食饭皇帝大啦，大家食一顿饭，啊，大家甲代志误解，拢甲解释互清楚。有时商场有一寡安尼无好势，大家嘛是用安尼来解释。啊，伊意思是讲，你爱赶紧采取行动，来甲迄个破裂的关系来甲伊弥补。人常常因为安尼丢毒啊，毋敢啊，所以互迄个代志愈惹愈大，愈来愈严重安尼。最后，耶稣佫用即个第7届来做伊的解释。耶稣讲，咱安怎来禁绝咱的欲望啦？吼。耶稣就用到第7届，伊讲的迄句话，吼，第7届讲毋通惊奸淫。耶稣嘛是用即个战术哦，毋是实质上的犯罪，毋是实质上的做毋对。伊讲，我甲恁讲，人若用邪念看妇女，就伊的心已经犯奸淫。啊，当然啦，安尼看起来，世间人有甚物人有迄个办法，通避免这个事咧？耶稣讲的意思是讲，恁爱对遮去讨，毋是讲等犯罪啊，才要来收拾维护啊。耶稣用这个甲咱提醒，就是讲，耶稣伊对迄个淫乱的看法，就是上帝心意迄个背后改变的意思，毋是干单纯讲啊禁止迄个行为的罪，伊是更较深，是讲包括迄个情欲、迄个眼光、迄个冲动，你拢都爱去处理。伊是讲对源头去处理，毋是代志发生啊，你就解决袂去啊。啊，所以耶稣伊主张吼，讲伫即款情欲的内面吼，你就是无有流情的自我限制。伊是讲，甲迄个起头、迄个念头拢甲斩无断，毋是做毋对去才要转来。咱知影讲，现在咱台湾人吼，现在上惊的是啥物？食毒啦。迄食毒吼，即嘛即款的毒品吼，煞变说讲新型的毒品，煞互你，毋是干害着家己尔咧，是你害着别人，安就真惨啊！啊，所以最近哦，毒驾一大堆啦，因为迄个药物吼，会影响着你的行为。啊，所以政府的意思是讲，咱来对源头，迄制造毒品的，迄个传播的毒品的，啊，甲禁无止啊！毋通到人已经食落去啊！你要甲救袂赴啊！耶稣的意思，甲即个毋通惊奸淫共意思，咱爱自我去克制。啊，所以一个基督徒就是军队耶稣所背起的十字架，用家己来死，用即个十字架来定死，甲即个情欲定死，啊，然后咱就迄个习惯来对抗伊。伊讲，当这个念头无去了后，你就有法度通好应付所有一切条件。啊，所以耶稣用这个例来做解释，最后的例，伊是讲，当咱这个念头、骂人的念头、怨恨人的念头，也是迄个情欲的念头呢，伊用这个例来讲，伊讲，亲像你的正目若引起你犯罪，你甲恶起来，失去你身躯的一部分失去，比规身躯落地较好。你的正手若犯罪，甲斩好断。按听起来讲，即款代志哪有可能发生吼？足侪人会问即个问题啦。
耶稣讲即个意思呢，毋是咧讲真正咱用迄个自残的方式，因为你手犯罪都毋是即个手做毋对，是你的头壳啊，你的心思咧犯罪，啊，你站即个手哪有路用？咱台湾定啦，咧传的一个故事就是讲，有人跋筊跋到挡袂牢啊！哎呀，拢我即个手咧搞怪啊，甲站好枕头啊站好长，站吼，讲连无枕头嘛咧跋。啊啥啦？是因为毋是个手犯罪啊，是你的心思犯罪嘛，对毋对？啊，所以耶稣的意思是啥物呢？假使目睭犯罪，啊，咱就是毋通看。目睭会引起你的情欲，你就毋通去看；脚互你犯罪，咱就毋通去行。伊的意思是安尼。啊，所以，互生命失去某种功能，甲即个残缺共款啦，有时是好的选择啦，有好的选择吼。啊，所以。咱为着进入遐真正的活命，放弃一寡经历嘛是好，啊是根据伫永恒的时间，甲主共款，军队主耶稣的牺牲是更较好的。啊，所以今日即位，咱知影讲，伫希腊文的意思有真侪拢咧提醒咱，情欲的源头是对目睭来，啊，所以无可能甲目睭捂起来啊。啊，无你用听的嘛，加减会引起情欲咧。啊，所以伊的意思就是爱咱开始对一个改变。伫早前吼，捌有一个故事咧，讲起着早前伫迄个中世纪吼，有迄个沙漠伫沙漠，迄埃及旷野的沙漠的教父啦，伊叫做圣安东尼，上出名的一个教父，人讲沙漠之星啦。伊甲家己关伫迄个沙漠内底，啊，拢禁止足侪吼，遐个欲望就对啦。啊，伊安那呢？为着要脱离世上的事物，伊克服身体的欲望，伊走去沙漠的地带。啊，单单想讲要哪甲上帝亲近就对啦。啊，这圣安东尼吼，伊稳居伫迄个沙漠内底，禁食，甚至无要困，虐待家己的身体。拢做35年久，伫迄沙漠的洞内哦吼，啊一直吼伫沙漠中间，伊一直咧甲即个情欲征战啦。哇，较拼征战，啊后来写伊的回忆录吼，伊讲吼，迄魔鬼有够厉害呢，拢会提出一寡安尼遮业涉的迄思想啦，啊一直用祈祷来反抗。啊魔鬼互伊啊，迄欲望吼啊欲火攻心呢，啊伊嘛是伫迄所在赶紧哦想要来克服伊。啊，毋过事实，伊一生伫沙漠内底，你看连迄种生活甲上简单啦，伊都无法度克服。伊咧写伊的心思啦，啊，表示啥物？人吼，毋是因为靠家己有法度通解决，啊，所以有真侪图画吼，咧讲起着即个圣安东尼伊安怎克服家己，啊，面对真侪诱惑，啊，这嘛是伊的。追随者来写讲遐个魔鬼安怎甲引诱，咧甲试探就对啦。但是咱的主安怎呢？咱的主爱咱吼，像咱拄则讲的，目睭捂起来，手甲站起来，意思讲，真是一个属灵的外科手术就对。属灵的外科手术，就是耶稣迄个外科手术是用家己放伫基督徒的行动的中间，伫思想的中间来赢过。基督徒的行动是啥物呢？就是咱人七情六欲拢有啦。咱嘛知影讲，世间人因为有即个情欲，人的世代一代代传落去嘛。啊，所以迄个物件有好的一面，但是嘛有迄个危害的一面。啊，所以耶稣讲爱咱，伫迄个无正确的邪念的中间，你爱用基督徒的行动来去代替。咱去做一寡基督徒的行动，像服务的圣工，像咱伫教会做服侍，啊，参与伫各种的传福音的事工，互你家己的心思意念放伫即个属灵的表面。伊讲即个就是良好的行为吼，就是伊伫迄个恶念的药物。意思讲你无阁互即个来影响着你的心情，啊，你的想法。啊，搁即个行动以外，就是互你的脑中充满着好的思想。意思基督徒，我要灵修，我要除去遮无好的念头，我要遵守遮诫命，毋
毋是消极的方式，像即个圣安东尼安，伊是讲你积极去做基督徒服侍的事工，参与伫服侍主传福音的事工，你可有一个把迄个思想放伫迄个美好的内面，讲只有将家己放伫耶稣基督徒的行动内面，甲思想中间，你才会当得胜。还是讲打败恶念为的方法，就是开始想一寡美好的事。基督徒，咱常常会鼓励咱遮的青少年讲啊，青少年人讲足热情嘛，足活泼嘛，啊，若讲精力旺盛啊，无得发挥啊，咱会鼓励讲，毋通干那沉迷伫迄个手机啦、影像啦，吼，啊，去沉迷伫遐个有诶无诶迄电动啦。伊讲你爱行出去，去到大自然诶所在，去到会当互你身体功能发挥诶所在，去运动，去拍球，啊，去树林，去山顶，伫迄所在，你透放你家己诶欲念诶时阵，迄个心情就会转移过来。啊，所以基督徒安怎来转移？像耶稣讲，你斩断你诶手，捂你诶目睭诶意思就是，你禁止毋通搁去看，毋通搁去做。会记你迄阵，甲李汉博士吼，因伫几啊十年前来台湾，来伫咧报道诶时阵呢，因有特别出一个，迄阵要送人吼，要送新约圣经，就一本薄薄诶圣经，要送互青年人啦。我会记迄阵吼，我有一本伊内面吼，伫迄本薄薄诶新约圣经诶外皮吼，有写着青年十戒，青年人诶10条戒。其中有一条印象还阁伫咧，伊讲吼，不要看第二眼，不要看第二眼。意思讲吼，咱人吼，拢会有受一寡情欲所来吸引啦。但是你当第一眼看到你家己感觉即个袂使，即个毋好，你毋通阁看第二摆，因为第二届就是你陷入的一个陷阱。基督徒嘛是安尼，咱毋通有时一摆错误，毋通陷入第二届。咱有人贪心去互人骗去投资，哎呀，即摆吼趁无着，搁一摆好毋好？甲落个较济落去安尼，规个拢倾家动产的这是咱基督徒一个耶稣对咱即个教示的一个重要的核心。感谢主，我希望耶稣基督是来成全、来实现律法的，咱是要超越到迄个外表行为的遵守，是对内心完全的幸福，是靠圣神来感动咱来改变的。咱们三个来吟首诗来回应主的话，我爱学主的款式吼。咱坐咧吟这条诗歌是囡仔歌，毋过歌词真水，互咱来这学习。我爱学主的款式，爱学无快手机，伊无缘分到人民，常常温柔谦卑。我爱学主的款式，伊捌点关山顶，甲咱天白相见面，爱做伊学生。我爱学主的款式，爱学伊大听讲。虽然受人歹款待，要顾好款待人。我爱学主的款式，爱出来行好事，做工尽我的本分，来归荣光无主。我爱学主的款式，爱学后听天白，欢喜顺读白字，甘愿背诗日记，可惜袂学主款式，德行拢无
感谢主，学主的款式，兄弟姊妹，咱用一两项的事来加做咱的祈祷。第一，咱回应主，伫今仔日咱圣经耶稣所咱的教示，咱承认咱家己是软弱，是血气的，所以常常有引诱、有罪的这个干扰伫咱中间。人用自我的手法，无法度赢过这个。咱来恳求圣神进入到咱的内心，互咱对原始的念头、原始的迄款思想，拢互主来净化，才能赢过这个罪罪，咱所拄着的引诱甲罪罪的挑战。咱甲主讲，主啊，怜悯阮的软弱，互阮因为有圣神的光照，阮的念头就无再影响着阮，互阮会当结出圣神的果子，结出义的果子。咱伫主的面前，甲主恳求保守咱，圣神随时提醒咱，互咱赢过迄个法利赛人、经学士迄款的教示的律法，超过这个是遵守着圣神上帝美好的心意。第二，咱为着这个连续假日，求上帝保守咱大家出日有平安，家庭亲人见面有上帝美好的恩典，大家有好的交陪，有好的主的恩典，听从伫咱中间。咱也为着咱教会所推荐的圣工，会当顺序来进行来祈祷。为着咱拄着病痛的兄弟，有拄着艰难，有这个生活上也是经济上、工作上有拄着艰难的。咱的认捌的亲人，咱为着因祈祷求主亲自医治、亲自透放、亲自保守，也照咱家己所欠过，伫主面前，咱来代祷、来恳求、同心来祈祷。来感谢伫阮哋甲听堂，信仰甲保守，能力甲信心伫阮中间，恩典甲听堂伫阮中间，能力保守伫阮中间，愿圣神亲自同在。感谢你的听，天主感谢主，阮来到。亲爱的主上帝，阮感谢你。阮听见耶稣基督这款的宝贵的教示，主来是要成全实现律法，毋是用人的规律在限制人的束缚甲自由，是要进入到耶稣基督救恩的内面、保护的内面、圣神的高外内面。阮成做一个自由的人，毋是互罪来辖制阮，是阮赢过罪的引诱，成做赢过人的情欲。血气的束缚，爸上帝啊，阮人家己做袂到，阮求圣神临在伫阮，互阮伫拄着艰难、引诱、甲挑战的时阵，圣神用温柔的声来提醒阮，活倒转来成就律法所要爱阮，成做一个充实丰盛的活命，上帝的心意。爸上帝，阮求你保守伫这个连续假日，兄弟姊妹。南来北往，亲人互相见面，也是旅游。求你带领阮大家出日拢有平安，也互亲人大家有美好的交流甲交陪。爸上帝，阮也为着教会中病痛的兄弟姊妹，无论伫厝内咧静养，也是伫病院接受治理的，求你赏赐你的医治临到伫因中间。阮也为着兄弟姊妹中间，有伫工作上，有伫经济上，也是家庭有拄着困难的，求上帝赐落你的恩典。保守因，看顾因，互因用谦卑的心，甲主亲近，对主来恳求。上帝，你刷去因的重担，刷去因的困难，保守因会当得到经济的改善，也是工作的美好的这个进展。愿上帝你亲自保守教会所推荐的圣工，我要迎至50几年的时间渐渐接近。求主互阮所做的筹备各种的项目，上帝你奇妙恩典甲阮同在。阮的圣歌队积极在锻炼50几年重要的诗歌，求你赏赐每一个队员有上帝你来的热情甲气力、能力，所做的拢通荣耀主。愿你的平安甲每一个兄弟姊妹三甲地地，安尼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奉献，咱做伙来奉献。
会众请起立，做伙唱奉献诗歌。会众请坐。本月经句，咱做伙来念。来，这个命令的目的是要得仁爱。这个仁爱是对清气的心、清白的良心、甲纯真的心产生的。提摩太前书这章5节，我来报告。请翻开周报第2页。后礼拜的书会说文指示，其他的学习当中，请大家来注意。来第4页，本会今日要召开第2季中级甲首长的联席会议，1点半伫2楼，请长老、执事甲学习团队的首长备办先参加。第3。57年的信礼典甲设立式，鼓励要参加的兄弟，伫7月19号进行报名。第4点，纪念牧区10月22到29举办2026年台北短宣队，你心中若有感动的，会当请总监李伟区长干事报告。第6点。今日爱心午餐因为放假关系暂停1届。第7点，伫1楼的大厅有放母亲节的相片，请会友会记得去领。57年的纪念 T 恤已经到啊，会记得去2楼的会议室领。第2点，本会有一个敬拜赞美事工研讨会，邀请兄弟踊跃参加。第3点，57年的参会有增加到65个名，会较请大家来看。所来请夏牧师补充报告。各位学姐，我来做几项的补充吼。头一个是讲，咱下昼吼，咱点半的时阵有要开咱的中级啊，佮事奉团队首长的联席会议吼。因为今仔日咱无爱心午餐啦吼，所以咱为着或者的同工毋免佮走外口食饭吼，咱要准备便当。但是呢，咱需要兄同工吼来回应一下。假使若讲你到第1场礼拜煞有先要休困，先转去吼，无要食。无要食便当的，你甲咱的干事讲一下，安尼较袂量伤济啊，伤少无够。意思讲你若有要食就免讲啦吼，若我毋免毋免准备我的便当，请你甲咱的干事讲一下，咱通好准备的数量袂差伤济吼。这点特别甲咱这同工提醒一下吼。佮第2就是讲，咱恭喜本会咱的黄桂香姊妹，伊是伫。麻豆新楼病院吼，伫遐做督导吼，伊伫顶日伫高雄医院得到护理学的博士吼，护理学有博士学位真无简单啦吼。伊可能第2场礼拜伫遮，也是第1场，咱甲伊恭喜啦，愿上帝祝福。另外，咱也继续为着咱的新学生、正正新学生吼，伊要伫6月23拜二来毕业吼，得到大学硕士准备要授派去到。教会来开始做传道吼，准备要做传道啊吼，咱为着正正兄弟来带导。另外呢，咱其他的遮的事工的报告，咱拄则已经有讲去啦吼，讲去了
咱有几项的即个导演的报告，来搁补充一下就好。咱顶礼拜呢有请吴宪忠教授来演讲吼，伊有早3本册来做介绍，咱有真侪兄弟有买着，毋过有诶买无着吼，买无着，咱放伫楼骹有建本，你若讲搁有趣味、有兴趣，想要摕来做灵修的使用，有3本，即本是传道书，即本是100日甲上帝同行，搁来是甲摩西做伙来灵修100天。咱遮的若是有需要，咱今仔日咯吼，今仔日伫楼骹搁登记一下，咱通请因册局寄来，安尼后咱就要截止啊，若搁来就无即个优惠啊，咱就家己去册局买哦吼，若买有诶未摕到诶，咱会甲你通知吼。即点请大家参加来配合。搁第二是咱诶418诶一个拜六咧举行吼诶即个特别诶活动吼，就是418诶果子诶橄榄班，要伫即个6月27后礼拜，搁来即礼拜拜六下晡4点吼，要伫即个所在演出一个戏啦吼。即个戏叫做《星辰探险队》。这囡仔吼用角色扮演来探索吼，若兄弟姊妹你时间会好势，即礼拜下晡的4点，欢迎来遮看这囡仔表演吼。这嘛是咱来栽培这细囝伫社区的囡仔，会当入来教会一个方式吼。请大家踊跃来参加。搁来是咱的基甸牧区要举办太平短宣吼。已经报过几礼拜，咱你有趣味，想讲，我嘛来国外吼宣教看嘛呢吼，会当配合这个团队出外，你若有趣味，咱因为这字真少，是讲一个，互你知影一个，有这个节目，咱伫楼骹1楼有迄个简章，你来看，也是周报内底吼，咱通好报名，要提早准备哦吼，欢迎咱参加。搁来是咱7月初4吼，搁2礼拜后。7月初4的敬拜赞美研讨会，咱望咱兄弟姊妹若要参加，赶紧来报名。咱用 QR code 也是甲咱的干事报吼，来统计名单，因咱迄个中昼要食便当，较好统计人数。迄暗有一个敬拜赞美青年敬拜之夜，嘛是大人拢会来参加，欢迎咱吼。搁来是咱伫7月初5，就是2礼拜后的礼拜日呢，即个姚志伟牧师因夫妇吼，要留伫礼拜日来做陪灵就对啦吼。迄天因咱时间的关系，咱要用1场就好。意思讲7月初5迄天礼拜干1场，就是咱对第1场开始，煞到煞，就结束啊吼。这点请大家注意，邀请朋友兄弟姊妹做伙来领受，做伙来学习吼。咱阁有即个主持人要办即个媒体小达人的夏令营吼。因为即个暑假已经要到啊吼。所以咱请大家踊跃来报名，互遮个老师通好准备啦吼。咱有迄个 QR code 来报名，名单较会详细，因为爱写囡仔的名、电话、啥货，用迄个表单来报名会较详细。咱来鼓励咱家己的囡仔，也是咱厝边头尾，咱的亲戚的囡仔拢来报名吼。咱遮个老师足认真咧准备，需要咱大家来踊跃来配合就对啦吼。好，咱最后要报告一个，就是讲，咱伫拜3甲拜4哦，咱教会有组一队叫做龙舟队，这龙舟队叫做耶和华沙龙舟队。人迄个转播员，你搁甲咱解释，你讲，迄叫做耶和华沙龙舟队，就对啦。咱拄甲刷落去，耶和华沙龙舟队，伊个是耶和华沙龙，伊搁甲咱解释讲，因号即个名叫做上帝甲咱三甲伫地啦，保守咱平安的吼。所以佫替咱宣传讲，因就是因为庆祝50周年才要来。咱第短片来看卖，咱无看到来看一个来，看一个，安怎过的吼？咱看倒一堆赢哈。走紧哦。咱的青年去练无几摆呢，第一队就去拄着吼。冠军队啦，拄到冠军队啦吼。这个是第2日的吼，这队是咱啦，这队是咱吼。山无声去啊吼。这个穿乌的这个是另外一队，咱穿红的是咱。你看咱头前的青年看偌认真，你看。
因为进前吼，当下落大雨吼，迄水吼，毋知咱的青年去过的时，迄水味毋知安怎，啊，无解清气啊吼。啊，这咱哈，这是咱。啊，咱头一摆吼参加这嘛真趣味啦吼。啊，若真正以后是要得名吼，我对年初就要开始练啦。有利于美的感觉。就现在镜头上刚好这啊，有声有声。那种周滑的整齐，别人看起来就会很舒服。对。他们虽然是很感觉很平顺，但是就是很整齐，就是可以很带动很快。就是全部团结一致的感觉，船其实就会往前进。更快，就是每个人都真的拨得很快。我们都说讲划得快不一定有力量，最主要是水下要抓到力量，才是真的船会往前。差小可啦吼，无简单啦吼，伊要过这我无简单的吼。在拨水的时候，也是要拨得很深。人家说有确实抓到水比较重要，不是你划得很快才重要。哦，对。我们准备要夺标。要到啊，差一点仔尔吼。好，我们看一下率先夺标的是中方工业为荣誉而战，那在假水道上黄甲。哇，人秒！啊，袂歹袂歹。明年咱若是要得奖吼，爱去训练，啊，搁招这勇士来参加啦吼。啊，主要咱目的是个为着要吼，安尼会使啊吼，咱为着要宣传啊，伊迄个传播甲咱讲啊，因今年庆祝50周年哦，啊，所以特别来参加哦吼，啊嘛替咱宣传啊，最要重要是讲，这青年人吼，因拄啊进入社会吼，啊，搁互因招做伙。加出咱教会吼，将来一定足要紧的同工，啊，咱替因祈祷吼，愿主祝福，多谢因的努力啦吼，啊嘛替咱教会宣传，用安尼甲咱补充报告，多谢。上人，会众请起立，做伙唱上人诗歌《俄罗天顶主宰》。诗歌了后，请牧师讲道。俄罗天顶主宰。从这天地甲歹，保护万民，人的普天的当心俄罗上帝，俄罗三位一体，北行诚信。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听从，圣神的扶持引带同工，甲咱正大家十甲同在，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煞。阿门。阿门。阿门。请坐默祷闭会。第一场的聚会到这为止，请请安问好。